我们在座的常住法师们，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师父要介绍这一章逍遥念佛，这是因为我看到世间已经太苦闷了，大家的生活压力已经太大了，烦恼不断了，烦恼不断。我们的生活压力紧张啊，太紧张，尤其这种天灾人祸，让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。这一次的疫情啊，这一次的疫情，冠状的疫情，造成了全世界，各位现在将近530万的人感染，各位知道吗？已经35万的人罹难了。而且这些罹难的人，不是老人家，不是。有一个在那个意大利，107岁，他感染了，结果他现在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很多年轻人、小孩就这么走嘞。一旦那个病感染了之后，他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抵抗力，结果他就生命就离开了。所以各位，世间这么苦啊，这么苦，各位，我们一定自己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，好好的为未来的往后的日子好好去打拼，好好去奋发向上，人生才有将来，人生才有光明，各位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阴霾啊，痛苦的阴霾一扫而光。我们师父给各位大家做这首歌，叫做《逍遥念佛》。你们听听看啊，听听看音乐。好，大家一起。一笑烦恼抛，二笑怒气消，三笑寒食了，四笑病莫逃，五笑永不老，六笑乐逍遥，时常开口笑，手比南山高，南山高，好听吗？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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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就唱一遍哈，有限。这一首歌呢，提供给各位大家，希望开创一个幸福啊，很自在的，非常欢欢喜喜的未来啊！我们不能好像一直被这一种黑暗呐，或者一种不幸呐，或者是我们遭遇到一种痛苦啊，这种阴影呢，整个笼罩住。我们一定要跳脱，一定要跳脱，赶快走出去。那么这样在让你的心呢重新出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光明的未来，啊，都有光明的很好的前程。所以希望啊，大家应该要多笑，把这首歌要多学，多学。如果大家把这首歌学会了，我们感到人生很有意义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好，很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